Hello，大家好，我係 P18嘅 Miranda，歡迎大家收睇 P18嘅醫學專訪。我今日咧好開心啦，邀請到咧李子傑醫生咧接受我嘅訪問，咁同大家咧分享咧關於牙科嘅健康啦，同埋咧箍牙嘅小知識。其實越嚟越多家長啦都好關心啦小朋友嘅牙齒健康嘅問題，包括咧尤其是係一啲預防蛀牙啦、箍牙嘅黃金期啦，同埋究竟點樣揀箍牙嘅方法咧。咁今日咧李醫生咧都會同我哋咧一一去解答，咁咧希望大家咧留意咯。李醫生啊，我想問下咧，而家越嚟越多咧小朋友咧都有蛀牙問題喎，其實關唔關咧佢哋食好多糖啦，或者刷牙唔好咧，咁咧所以就引起咗蛀牙㗎？其實我相信咧，冇乜小朋友係唔中意食糖嘅，咁所以其實食糖其實唔係最主要蛀牙嘅原因。其實蛀牙原因就係我哋食物嘅殘渣停留咗喺口腔裏面啦，口腔裏面有個細菌分解咗琺瑯質表面上高嘅物質，而慢慢流失，最後形成一個窿，所以形成蛀牙。咁所以我哋話唔單止淨得食糖會引致蛀牙，其實 even 我哋食飯啊、食麵啊，當我哋口腔裏面停留咗一段時間嘅殘渣，亦都會慢慢形成為糖分，最後會引致蛀牙。咁所以我哋只係食完糖之後，我哋刷翻乾淨牙，或者我哋食我哋嘅用膳之後刷翻乾淨牙，其實就可以減少蛀牙嘅機會嘅。咁當然除咗我頭先講緊刷牙啦、牙線啦，同埋我哋講緊定期揾牙醫之外，飲食嘅習慣對於小朋友嚟講都非常重要嘅。我哋早午晚三餐係必須要㗎啦。通常好多小朋友咧好中意食零食嘅，養成一個叫做少食多餐嘅習慣。其實少食多餐嘅習慣對於牙齒嘅健康嚟講，喺牙醫嘅角度其實係唔好嘅，因為我哋長時間係 keep 住口腔裏面嘅酸鹼度偏低，所以就會令到口腔裏面嘅酸性就會多咗，所以亦都會容易引致蛀牙。所以我哋會建議小朋友，我哋除咗早午晚三餐之外，通常我哋會建議俾一個 snack time， 一個零食時間，即係好似大人嘅 happy hour 咁樣。通常大概半個鐘頭，喺呢半個鐘頭裏面，小朋友可以中意佢哋食零食啊、食糖啊。咁食完之後我哋就清潔翻乾淨嘅口腔嘅話，咁我哋就會避免咗佢成日都擺呢啲嘅嘢落口裏面，令到我哋口腔嘅情況會成日有酸性嘅情況，就會令到容易蛀牙。咁如果咧家長咧其實有咩可以咧協助小朋友咧去預防蛀牙咧？咁當然啦，早晚刷牙係必須要啦。我哋講緊早晚刷牙嘅時候，小朋友必須要使用一啲含氟素嘅牙膏，刷翻每一乾淨每一個位置。咁通常我哋會建議小朋友刷牙嘅時間係2分鐘。咁係點為之2分鐘？就唔係入洗手間2分鐘喎，係我哋必須要將個牙刷嘅刷毛同時掂到牙肉同牙齒嘅位置，大概2分鐘嘅時間。咁除咗刷牙之外咧，當然我哋講緊牙線係必須要嘅，因為牙縫中間嘅位置、牙輪壁中間嘅位置，刷牙其實係刷唔到啲位置，我哋必須要用牙線清潔翻間就係牙輪中間嘅位置。如果唔係嘅話，通常我哋發現小朋友好多時候就係一啲牙輪中間嘅位置蛀牙。咁第三樣嘢當然最重要就係要定時去你哋嘅牙醫嗰度要定期洗牙同埋檢查。通常我哋會建議換緊牙嘅小朋友大概6至9個月就可以去你哋嘅牙醫度做檢查，因為當我哋發現有啲早期嘅蛀牙或者早期嘅情況嘅時候，我哋就可以及早去處理，就唔好將個情況或者蛀牙情況惡化咗，我哋先去處理。咁如果小朋友真係有蛀牙嘅話咧，應該點樣處理啊？我都聽過咧，好多家長話，反正小朋友都係乳齒啫，咁不如咧等佢出咗恆齒先處理啦，咁又啱唔啱咧？其實蛀牙係分有好多唔同嘅程度嘅，譬如假設只係蛀到表面嘅琺瑯質，我哋可以用簡單補牙嘅方法去處理啦。咁基本上，如果喺琺瑯質嘅蛀牙，可能小朋友根本完全感覺唔到痛楚嘅。咁亦都係當如果蛀牙入到去中間嘅象牙質嘅時候，小朋友開始就會間唔中有啲痛感，可能會同媽咪講隻牙間唔中有啲閃下嘅唔舒服。咁通常呢啲情況亦都盡早去揾翻牙醫，亦都可以用簡單嘅補牙方法去處理。但係最差嘅情況就係當蛀牙已經穿咗琺瑯質、象牙質，甚至入到神經線嘅時候，可能小朋友就開始會覺得有痛感同埋有唔舒服，可能會影響佢哋日間嘅學習啦，亦都會影響到佢哋進食嘅情況。小朋友咧，通常呢情況佢會話俾媽咪聽，特別係接近黃昏之後，佢就話我有啲牙痛啊，有啲唔舒服啊。咁小朋友開始就會感覺到痛感，甚至到有啲情況瞓唔到覺添。咁當去到呢啲情況嘅時候咧，我哋就要即刻去牙醫嗰度，可能我哋未必簡單可以用補牙嘅方法處理到，可能我哋就需要用一啲叫做根管治療或者杜牙根嘅方法。甚至如果當個蛀牙蛀得太嚴重嘅時候，可能甚至要將個乳齒拎走。頭先你問到啦，好多小朋友會覺得媽咪會覺得如果假設啲橫掂都換啦，我哋不如唔使處理佢啦。其實呢個諗法係完全錯誤嘅，因為我哋講緊小朋友開始換恆齒嘅時候係大概5歲半到6歲半。有啲小朋友換牙嘅程序，甚至可能要去到11、12歲先可以完全換晒佢嘅乳齒嘅情況。咁所以如果我哋嘅蛀牙太早出現嘅時候，我哋太早將隻牙拎走咗嘅話，可能我哋就會導致到恆齒出嘅時候有機會個位置會錯亂啦，甚至可能成排牙有機會因為一隻乳齒過早嘅鬆脱而令到佢成排牙可能混亂晒。
亦都係我哋要知道，我哋個恒齒其實就喺顎弓裏面，係個乳齒下低嗰個位置。咁如果當我哋個乳齒有好嚴重嘅蛀牙嘅時候，個細菌有機會落到去牙骨髓嗰個位置嘅時候，有機會就影響到恒齒嘅生長，亦都會有機會影響到可能我哋第時出嚟嘅恒齒嘅健康嘅情況。咁所以我哋千祈唔好忽視咗 BB 牙嘅蛀牙，我哋應該當了解知道有嘅時候，我哋要及早去揾牙醫去處理，就唔可以完全忽略佢。李醫生啊，我都聽過咧，有啲醫院或者診所咧有監測麻醉呢一樣嘢喎。咁其實咩情況下會用到監測麻醉？同埋咧，家長最擔心就係有冇副作用咧？同全身麻醉有冇分別嘅咧？監測麻醉咧，我哋喺香港喺2021年開始咧，其實需要一啲叫日間醫療中心牌照嘅診所，我哋先至可以做到監測麻醉嘅情況。咁喺香港大概，如果喺牙科診所裏面，大概有40零間診所係有呢個叫日間醫療中心牌照，或者喺醫院裏面都可以進行監測麻醉。咁通常喺醫生嘅角度，我哋幾時會用監測麻醉咧？建議小朋友通常就係譬如假設個小朋友未必好合作啦，或者我哋講緊做一啲牙科嘅療程，可能個時間會比較耐一啲啦，或者我哋講緊有時有啲小朋友個蛀牙真係好多，因為係實際上譬如我哋見過有啲小朋友可能3歲佢得20隻牙，其實可能已經有19隻蛀咗㗎啦。咁通常呢啲情況，我哋講緊小朋友未必可以接受到咁頻密嘅牙科治療同埋咁長時間嘅牙科治療。通常我哋就會建議病人嘅家長，我哋通常可能我哋會安排監測麻醉，等小朋友瞓咗覺嘅時候，我哋會一次過處理晒所有嘅問題。佢嘅好處就係第一，對於小朋友嚟講，我哋成日都話減少佢嘅童年陰影啦，因為好多小朋友都好驚睇牙醫。佢瞓咗覺嘅時候，其實佢基本上都唔知道牙醫幫佢完成晒所有療程，佢個痛感亦都冇。咁當然一起身佢嘅時候，所有嘢佢都完成咗啦。第二樣嘢對於醫生嚟講咧，亦都相對嚟講會方便一啲嘅，因為可能小朋友比較細嘅時候，佢哋會掙扎啊，會喐啊，咁佢當瞓咗覺嘅時候，個 handling 上高就會容易啲。第三，對於喺個療程上高進行嘅時候，對於個病人嚟講，亦安全性亦都係比較高啲，因為小朋友可能比較細或者係驚嘅時候，可能會喐啦，因為始終牙科裏面有好多尖嘅儀器啊，有好多工具，咁如果佢瞓着咗安安定定咁做嘅時候，其實亦都會令到安全性亦都會提高。咁頭先你問嘅問題啦，好多家長都會擔心監測麻醉究竟有冇副作用啊？咁其實監測麻醉進行嘅時候，通常我哋都會有一個麻醉嘅專科醫生在場嘅，成個監測麻醉嘅流程亦都有先進同精準嘅儀器去監測住病人嘅狀況，譬如心跳啊、脈搏啊、氧氣量啊，咁所以相對嚟講係非常之安全嘅。同埋當我哋做監測麻醉嘅時候，我哋無論係你嘅牙科醫生或者牙科嘅兒科醫生，同埋我哋嘅麻醉師嘅專科醫生，之前亦都會幫佢做一個簡單嘅佢嘅檢查，譬如佢嘅體重啊，佢嘅身體狀況啊 ，make sure 佢當日嘅身體狀況係 OK 嘅時候，我哋先至會進行呢個監測麻醉。咁當然有啲情況，譬如我哋講緊小朋友，如果當日我哋有時遇過嘅情況就係，你知小朋友可能喺啲流感高峰期，可能當日嚟做治療嘅時候會有幾聲咳啊，有傷風感冒嘅時候，通常我哋都會評估小朋友嘅情況，而決定究竟係咪會繼續。如果假設佢真係有病嘅時候，我哋就將成個療程會 delay，可能1個禮拜，等個小朋友康復咗，我哋先至會做。咁監測麻醉其實做完之後，通常啲病人就會問：究竟佢個感覺會係點樣呢？咁其實監測麻醉，我哋成日都同啲大人講，做完監測麻醉嘅時候，就好似大人有機會係飲醉咗酒起身，跟住之後嗰下可能佢會覺得有少少迷迷糊糊啊。咁大概其實半個鐘頭到，我哋通常做完之後就會喺個 recovery room 俾佢做一個休息啦。半個鐘頭之後，小朋友就會完全清醒晒之後，其實就同正常一樣。因為通常我哋每一次做完呢啲監測麻醉嘅治療之後咧，我哋通常夜晚就會打翻俾個 patient，我問小朋友嘅狀況係點樣。通常我就會聽到小朋友就已經喺側邊走走跳跳，咁所以基本上佢對於小朋友嘅身體係完全唔會有任何影響。咁家長亦都會放心好多啦。今日咧多謝晒李醫生啦嘅接受我嘅訪問喎，佢咧解答咗咧好多咧家長咧最關心嘅問題。原來咧小朋友嘅牙齒健康啦，同埋咧箍牙咧揀乜嘢方法咧，原來有咁多嘅學問嘅。如果大家中意呢條片咧，記得 like and share 俾你身邊嘅朋友。有任何問題咧，都歡迎咧大家留言。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健康資訊咧，歡迎咧 follow 我哋嘅頻道。我哋下次再見啦，拜拜。